路天塞车买特别注意安全，来看到花莲玉里镇193管道礼拜日下晡发生一件严重的车祸，一个姓林的查甫人塞车载厝内人出门，结果半路强一只流浪狗强撞出来，害伊阵闪袂离，规台车弄到路边的电火条，伊的鼻脏破，因阿姑坐伫咧伊的边仔，头壳弄一个真严重，送病急救也是救袂倒转来。另外，因老母和2个囡仔坐伫后壁，同款嘛着轻伤。 被车好好塞伫落的，煞唔知影什么原因，雄为路边驶，尾啊弄着电火条啊，弄一个副驾驶座查某人头壳去弄着，尾啊重伤救袂倒来。救护车赶到现场，要甲车顶的伤者送去病院急救。这件车祸发生伫花莲玉里的193管道。11号下晡2点外，姓林的驾驶载妈妈、阿姑甲2个囡仔出门，伫经过94公里的时阵，可能雄有野狗撞出来，互伊hand道路拍位正平，尾啊弄着路边的电火条啊，弄一个车头规个拢变形。据车上人描述，疑是散狗造成的自撞路灯。那现场患者有3大2小，因为弄甲真大力，驾驶的鼻当场破气，坐伫副驾驶座阿姑头壳去弄着，伫救护车顶的就无咧喘气啊！坐伫后座的妈妈甲2个囡仔拢受轻伤，送去病院了后无啥要紧。本来一家人欢欢喜喜出门，所为着什么野狗去弄着电火条啊，造成1个人死亡，4个人受伤的车祸，互家属的心内足艰苦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